同大家行一條市區初中級路線，依家出發。早晨，今日我哋就會喺小西灣開始出發，最終就經砵甸乍山去石澳做終點。大家用自己嘅方法搭車就喺小西灣落車。咁依家就沿呢一條小路開始出發。行到小路盡頭，依家轉右沿海邊繼續行。沿海邊行過嚟，依家就轉咗，就喺足球場側邊一直行。穿過足球場，依家就沿新後線嗰條樓梯開始上山。沿藍色欄杆行上嚟，嚟到龍躍徑，依家就繼續沿龍躍徑一直上山。嚟到行上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咗就沿樓梯上山。行上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咧就轉右就往砵甸乍交流嘅方向行。喺頭先嘅路口行咗不足50米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轉咗就繼續往馬塘坳及大浪灣方向行。沿砵甸乍山交流徑行上嚟，嚟到馬塘坳，咁呢個位置係最近砵甸乍山嘅位置嚟嘅。咁呢度有好多分岔路，右邊直上砵甸乍山，直行去大浪灣。咁我依家首先就會轉咗去砵甸乍山觀景台，然後咧就會繼續直行。沿砵甸乍山交流徑行上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咧就去大浪灣嘅。依家乍山沿砵甸乍山交流徑行落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右繼續去大浪灣。乍山交流徑行過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前面咧就去馬塘坳嘅另一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左就前往大浪灣。由起點行咗4公里度，嚟到大浪亭，依家就繼續直行前往大浪灣。沿樓梯落嚟，係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咗行25米度就可以去睇赤黑。我身後邊嗰個就係大浪灣石刻。大浪灣石刻係一個法定古蹟嚟嘅。
依家就繼續直行前往大浪灣。喺起點行咗4.2公里，嚟到大浪灣，依家就繼續前往石澳。喺沙灘度行出嚟，就上返行人路，依家就離開大浪灣，前往石澳。穿過停車場，我依家就一直行，繼續行去石澳。沿大浪灣道過嚟到迴旋處，咁各位繼續直行去石澳總站，結束今日行程。起點行咗6.3公里，去到石澳，依家行去大頭洲，沿石澳村路上嚟，依家就繼續向上行。我哋而家就終於嚟到情人橋同埋大頭洲啦，咁依家就去參觀一下。我哋咧就終於嚟到情人橋大頭洲一帶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7公里，需時2個半鐘頭。依家搭車離開，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時候講再見，拜拜。喺情人橋另一端嘅大頭洲係位於石澳以東，係一條設備非常完善嘅郊遊徑，路線短，上落少，最高點只係56米。登上山頂之後，可以望到五分洲、龍脊、鶴咀一帶嘅景色。